日清晨6点，桃园新屋永清村叶家祖坟已经人声鼎沸。大概差不多4点多就起床啊，要赶回来嘛，怕塞车啊。彼此未必熟识，但都姓叶，都来自同一个祖先，像鲑鱼回游，从海外、从台湾各地回到故乡。我们秉持着慎终追远的心态，中年会应岁10年，要得感恩。中年会应岁10年，要得感恩。做人要饮水思源，懂得感恩。遥想280年前，祖先叶春日从广东陆河渡海而来，前面面临的3条河流，河流汇聚在一起，我们就是鲤鱼跳龙门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都后代就是一直保持这个祖坟，地方上的人都会看那个祖坟，一直非常发亮，那个风非常会发亮，所以认为说对于我们的子孙会庇荫得非常好。相信风水庇荫，遵照习俗敲破蛋壳，祈求祖先带给大家蜕变的希望。1公里外5大房后代子孙合建的左塔，祭祖人潮更是密密麻麻。这个大概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个，大家一代一代，大家互相。你小时候就知道？对，小时候就有这个认识，就说拜祖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一个应该参与的一个活动。古老西柚上千个家庭，在祭祖仪式广播器材出状况时，顶着艳阳没有抱怨。团结的凝聚力让一甲子来万人祭祖的盛况年年不变。大排长龙的叶家子孙像一条条线，串起了对祖先的追念，也串起彼此情感的连结。19字擺書條，跳得咁遠。19字擺書條，跳得咁遠。